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上帝的心意，逐日更新。哥林多後書4章16節。所以咱無喪膽，外體雖然毀壞，內心卻一日新過一日。小李每日無閒工作，甲看顧囡仔，雖然努力抵擋煩躁，卻總是精疲力盡。伊將靈修當作任務，做得匆忙。伊讀到煩惱苦重重擔的應允，決定改變。伊無再掙扎着去戰勝罪惡，而是每日早起，安靜佇主的面前放落重擔。伊學會曉先領受伊的愛甲安息，甲開始一日的工作。伊發現，雖然外體能源忙碌，但心內卻奇妙地充滿着力量甲平安，會通從容地應對各種的壓力，生命一日比一日較新。這個功課是所有基督徒所必須學習的，就是咱每日攏要甲基督溝通。信徒佇初信時，往往無即刻學到這個功課，也未曉得其中的意義。但是，咱應該明白，咱得蒙赦罪，被接納成為上帝的兒女，有聖靈的喜樂。這個恩典攏是靠着甲主每日不斷的溝通，甲會通得以強固甲保存的。咱毋通因為未明白這個真理而軟弱跋倒。咱抵抗的毋是世界甲肉體的試探以及引誘。雖然咱竭盡全力想戰勝罪惡，服侍上帝，可是卻無力量，只因為咱無有掌握到一個奧秘，就是知影主會不斷地佇咱的內面做工，但咱必須頭先每日用時間甲主溝通，領受伊的愛甲恩典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佇馬太福音11章28、29節講：煩惱苦重重擔的人，會通到我這來，我就予伊得安息。恁當負我的軋，學我的樣式，安尼恁的心內就的確得享安息。主予咱明白到，伊是如何謙卑的。當咱委身謙卑佇伊的面前，向伊述說咱所渴望得到伊甲伊的聽，伊就的確將伊的愛澆灌佇咱的身上。這個功課無單是初信的弟兄姊妹，也是一切愛主的人所應當學習的。為了討主的喜悅，也為了予咱家己會通每日享受到這個蒙福的經歷，咱的確無間斷的每日甲主溝通，咱的心靈甲會通一日比一日較新。咱三甲祈禱，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予阮新的一日，求你幫助阮逐日甲你溝通，領受你的愛甲恩典，予
互阮的心灵一日比一日较新。主啊，阮渴望甲你同在，求你互阮心内得享安息，将阮一切的劳苦重担拢卸伫你的脚前。愿阮因着甲你无间断的交通，每日拢伫你的爱中得到力量，活出更新的活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